曾文珍要揪出果树的杀手。你有看到虫吗？在里面，要把它抓出来。不到1分钟，危害莱姆树的天牛无所遁形。这一颗被蛀死，我就一定损失1-2万块。一只小天牛就足以让果树枯死。曾文珍弯腰蹲在树根旁，像穿衣服般逐一包覆，避免天牛产卵。他教我说很简单，你用农药喷一喷就好了。我说这个我不用你教了，如果喷农药的话，我30-50年前就会了。用有机方式种植的莱姆给曾文珍的挑战还不止如此。莱姆皮厚，榨汁率不比柠檬，商机全靠加工。有这个黑点的要刷掉，逐一用钢刷洗干净，加入冰糖和醋。日本柠檬醋的做法给了曾文珍灵感。莱姆的味道它是比较香醇，比较没有那么刺鼻，它的酸度也没有那么高。莱姆果肉的香醇，果皮的甘甜，靠时间酝酿清香。因为我是整颗，所以我要1年以上的后熟，然后才有出售。如果说是别人的话，可能他3个月就开始卖了。所以我这个是时间上比较久。所以做唔得计价，我一天天来。做唔得加啦，做唔得起价啦，慢慢来啦。我想还视线，你做唔得计价，我一天天来，就是不能求快，对，要慢慢来。对。慢慢打出口碑，也找到物尽其用的机会。酿醋的莱姆2度加工，切片烘干，供不应求，也是太太疼惜先生的智慧。要有媳妇要有觉得很有成就感，老公这么辛苦种回来的东西没有丢掉半点。在别人眼中充满销售难题的莱姆生意，因为曾文珍和太太平时的用心，一步步拼出了口碑和肯定。做唔得起价，我一天天的来；做唔得起价，我一天天的来。